蛇女看着眼前死的不能再死的丈夫，觉得还能抢救一下。可这时丧心病狂的老头穿着特殊的防护服，把蛇女引诱到一个大麻袋里。看着蛇女一直挣扎，老头直接给蛇女来了一枪。好在这时佛波勒及时赶到，一把把她按在地上。大壮赶紧把困在麻袋里的蛇女救了出来，但救出来后，蛇女却慢慢爬向自己已经死的不能再死的蛇夫面前。就在这时，老头突然起身，一枪送走了一个佛波勒。大壮见状，立马和老头扭打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丈夫的死去彻底激怒了蛇女，她直接一把过去急取大壮就要送走他。好在最后理智战胜了崩溃，让他松开了善良的大壮。接着一把举起旁边的老头，把他扔在了关押蛇夫的玻璃箱内，然后打开电源，把老头彻底送去了西北。紧接着蛇女抱着死透的丈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回到了大自然中，生下了一堆蛇蛋。关注肉丝，带你走进电影世界。